这礼拜五就是旧历的7月初7七娘妈生，有人讲这牛郎一年才会当上会一摆。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也替这7世夫妻地在做歌戏，甲台湾出名的小生小旦拢找来扮戏。 台顶扮演的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。当年的旧历7月初7，就是七娘妈生，嘛是牛郎和织女见面的日子，也是华人的情人节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也特别推出来7世夫妻的戏出。为开始金童玉女开始拍落番间开始做嘛，所以一世做到上啊尾的时阵，就把甲迄个七娘妈生甲合作会，要讲的代志其实是要去争取自由恋爱这件代志。 这是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专门为7世安排的歌戏表演，对第1世搬到第7世，演出上尾1世牛郎织女因为去剧方大地拆线，一年才会当见一改面，记袂到囡仔的织女和伊6位姐姐就伫天庭暗中保护囡仔，所以民间信仰者来讲，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。你是将我的礼物送给牛郎，这是这个娘娘。 这一年来，为牛郎姑爷甲2位孩儿所做的衫套。这届演织女的地温如分享演出的感想，讲到目屎直直流。伊讲，因为织女的故事，互伊开始谅解定瓜有家庭，无法度陪伴因3姊妹大汉的老母。妈妈伫摆伫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，照顾伊的其他囡仔，有可能嘛会受到本。啊，慢慢啊，我就会感觉。 我的心结就会开。廖庆基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这届结合台湾无同的剧团，要对这个拜歌演到礼拜，连续要搬3天。演员对5年级到9年级拢有，希望互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互相交流，也替歌戏拼传承。记者李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